幸福长长久久。来，再次掌声欢迎我们所有的佳偶，以及我们最漂亮的新娘子，我们最帅的新郎官，以及我们的油饰的礼服，配上这个帅气的新郎，那么美丽的新娘进来我们今天这个会场每一队都是花花绿绿、花花绿绿每一队。 拢是咱观音市上赞的阿某不管伊是白结婚还是这个表扬大会好，我们的掌声不断来欢迎我们的新人们来进场。今天所有进场的都是我们的新人不管你今天有穿礼服，或者是你没有穿礼服，我们所有的表扬的这对每一对的佳偶都是我们今天的新人。来，我们的掌声再一次鼓励他们，谢谢。 谢谢。这次呢，我们施工所特别向我们的圆环社区发展协会女士吴佳敏准备了26套婚纱礼服，让我们的受奖人呢能够重温数十年前的婚礼。早期农村生活物质缺乏，想要提高50年、60年、70年确实无简单除了平时爱互相信用、互相包容。 甲互相体谅，才好度创造美满的家庭。你讲对无？对。所以咱是无简单你咱农业时代咱一地时代讲一句上坦白的大家拢农业社会要结婚就意见人都爱听大家讲理啦莫讲要请人去，莫讲要请礼服当然该咱个公所甲咱个所有甲咱个演坛里设施真正用心特别给了讲来拜托咱所有个家咱所有表扬咱才有结婚钻石间摆结婚这个时段鼓励因来穿礼服可能是头一遍大家拢较避暑真济拢大家讲歹啦，足歹势啦歹势穿礼服。 但是家有从今要到20对来穿礼服首先伫遮恭喜大家啦我想家有遮济贵宾真正我著莫讲伤济，最后因为这回今年咱的表扬大会有较无共咱过去是分公司南北分做4区来表扬今是咱今年特别差不多2区来办一遍今是咱的西区甲北区来合一个表扬大会而且因为今有倒些较济，可能咱乱一次大家扶险最后祝今这个咱的结婚、钻石、白结婚会表达圆满成功。